功夫女足預告片出咗之後，網上最多人講嘅唔係劇情，而係一句說話：點解20幾年前嘅少林足球啲特效仲好睇呢？星爺係咪回晒堂呢？有人笑 CG 退步，有人笑啲綠幕好假，有人開始懷念以前嘅周星馳。但我哋想講嘅係，少林足球之所以直到今時今日都仲有人翻睇，甚至每隔幾年都會再拎翻出嚟播一次，從來唔係因為嗰啲特效有幾勁。而真正令佢變成經典嘅原因，其實同少林功夫家唱歌跳舞都冇乜大關係。如果我問你，少林足球對你嚟講最深刻嘅畫面係邊段呢？對我嚟講，真正留喺腦海最深嗰一幕，其實係電影開頭，由達哥飾演嘅明峰，一個曾經被譽為黃金右腳嘅傳奇球員，而家只係一個連尊嚴都冇嘅跛佬。由謝賢飾演嘅強雄，用腳踩住明峰個頭，然後慢慢幫自己擦鞋。呢個畫面比起任何辱罵都更加殘忍，因為由頭到尾強雄都冇將明峰當做人。以前第一次睇呢場戲就已經睇到好嬲，但大個之後再睇，我開始發現一件事：點解周星馳每一套電影都一定要將主角羞辱到最低？食神係咁，功夫又係咁，去到少林足球更加誇張。佢唔係令主角失敗，而係先令主角失去尊嚴。點解呢？如果只係為咗煽情，根本唔需要做到咁盡。原來周星馳一直拍嘅都唔係逆轉，而係一種人類最原始、最強烈嘅情緒——羞辱。因為一個人最痛嘅，從來唔係窮，唔係輸，甚至唔係失敗，而係有一日你開始相信自己真係冇價值。心理學家 Charles Horton Cooley 提出過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鏡中自我。意思係，原來我哋並唔係靠自己認識自己，而係透過人哋點樣睇我哋，慢慢去建立自我形象。如果身邊所有人都話你好叻，你自然會相信自己有能力。但如果身邊所有人都不斷話你冇用，笑你、否定你、睇低你，慢慢你會開始相信，原來我自己真係咁差。你以為強雄踩住明峰個頭只係侮辱一個人，其實佢踩碎嘅係一個人對自己最後僅餘嗰份相信。而更加殘酷嘅係，電影入面強雄唔係唯一一個咁做嘅人，現實世界每日都有人做緊同一件事，只係方式唔同。唔知你有冇發現，電影入面最奇怪嘅地方，其實唔係班師兄弟打輸咗，而係一開頭佢哋根本就冇諗過贏。星仔逐個去見佢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仲識得少林功夫，真正消失嘅只係一句佢哋相信自己嘅說話。心理學家 Martin Seligman 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做習得性無助。好多人以為佢講緊一個人失敗得太多，所以放棄，其實唔完全係。真正可怕嘅地方係，當一個人開始相信自己做乜都改變唔到結果，佢就會連試都唔再試。所以你會見到星仔叫佢哋踢波，冇人第一時間話佢踢唔到，相反，每一個人第一個反應都係唔好玩啦。而家仲講夢想，呢種反應唔係因為冇能力，而係因為佢哋早就接受咗一個答案，自己唔會再有任何改變。最可怕嘅地方係，當一個人開始接受呢個答案之後，就算機會真係擺喺眼前，佢都未必會伸手去接，因為喺佢心入面，結果早就已經寫好。去到呢度，你可能會問，既然電影最終都係要講夢想、講熱血、講逆轉，點解周星馳唔可以一開始就拍主角努力練波，一路進步，最後成功呢？點解一定要先踩到佢一文不值呢？答案其實好簡單，因為周星馳拍嘅從來唔係成功，而係尊嚴。你留意下少林足球所有角色，真正令我哋難受嘅唔係佢哋窮，而係佢哋一開始已經唔敢承認自己曾經係少林弟子。星仔第一次見啲師兄弟，冇人願意主動提起少林，有人寧願過住平凡嘅生活，有人寧願將功夫收埋，有人甚至覺得提起少林功夫本身就係一件羞恥嘅事。呢個細節其實好殘忍，因為一個人真正放棄夢想，並唔係停止努力嗰一刻，而係開始覺得曾經有夢想呢件事好丟架。心理學家 Eric Erikson 提出過一個概念 Identity， 一個人嘅身份並唔係由職業決定，而係由佢相信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決定。例如有人會覺得自己係老師，有人覺得自己係音樂人，有人覺得自己係創作者。
呢種身份會支撐住一個人，即使收入唔高，即使生活唔容易，都繼續行落去。但如果有一日社會不停同你講呢樣嘢冇前途，你放棄啦，咁大個人仲講夢想，慢慢你開始唔再叫自己創作者，唔再叫自己畫家，唔再叫自己音樂人，你開始用另一個身份介紹自己。我只係打份工，我只係搵餐飯食，我以前有玩過下嘅。真正消失嘅唔係能力，係身份。少林足球最痛嘅地方就係呢度，少林功夫一直都冇消失過，真正消失嘅係少林弟子。所以星仔一路做嘅事其實唔係組一隊足球隊，佢一直做緊嘅係幫每一位師兄弟揾翻自己。你仲記唔記得佢哋原本已經投降，最後突然揾翻自己能力嘅嗰場戲呢？佢哋唔係突然間勁咗，功夫一直都喺度，變化只係佢哋終於咁再次承認，我仲係少林弟子。呢個畫面其實比任何入波都更加熱血，因為周星馳知道人最難打贏嘅敵人從來唔係外面，而係有一日你開始接受世界對你嘅定義，由嗰一刻開始你就會自己將自己縮細，自己將自己收埋，自己同自己講算啦。而少林足球最偉大嘅地方就係用一隊踢足球嘅和尚提醒翻我哋所有成年人一件事：世界可以否定你，但你唔可以親手否定自己。一眾師兄弟決定去報名參加強雄主辦嘅足球比賽，強雄又望住自己對鞋，諗住重演翻一開始嗰個羞辱畫面。但今次星仔同幾位師兄弟即刻衝出去話要幫手，混亂中整甩咗強雄隻鞋，搞到佢當眾出醜。好多人睇到呢一幕都會覺得好好笑，仲會研究究竟謝賢講緊啲乜。但我反而覺得周星馳真正想拍嘅唔係一個笑位，而係兩種人面對羞辱時完全唔同嘅選擇。明峰選擇默默接受，而星仔選擇企出嚟，用另一種方式去化解，亦唔代表要親手將自己嘅尊嚴交出去。好多時候我哋控制唔到人哋點樣對自己，但至少我哋仲可以決定自己用咩姿態去面對嗰份羞辱。如果將少林足球當成一套運動電影，你會以為最後高潮一定係決賽，但如果你留心睇，你會發現真正嘅高潮其實一早已經發生咗，就係5位師兄弟再一次用返少林功夫嗰一刻。因為由嗰一刻開始，勝負其實已經唔重要。點解？因為佢哋已經攞到一樣比冠軍更加重要嘅嘢，尊嚴。電影入面有一幕我一直覺得好少人留意，決賽之前魔鬼隊展示嘅係最先進嘅科技、最強嘅藥物、最誇張嘅身體能力，佢哋速度更快，力量更大，甚至連受傷都好似唔識痛咁。如果用現實世界去理解魔鬼隊，其實就代表今日好多成年人相信嗰套遊戲規則。你要成功就要跑得快過人，要不停超越其他人，要不停升級自己，唔可以停，唔可以輸，唔係嘅話你就會被淘汰。所以好多人以為少林足球最後想講嘅係只要努力就可以打贏一切，但周星馳真正講嘅其實完全相反。真正令少林隊贏嘅從來唔係因為佢哋比魔鬼隊更強，而係因為佢哋仲知道自己為咩而踢。魔鬼隊踢波係因為要贏，少林隊踢波係因為熱愛。呢個分別好細，但足以改變最後所有結果。心理學家 Edward Deci 同 Richard Ryan 提出過一個理論，叫做自我決定理論。佢哋認為人有2種動力，一種叫外在動機，例如金錢、名氣、獎盃、升職；另一種叫內在動機，因為你中意，因為你相信，因為呢件事本身就值得做。正如我哋做嘅呢條片咁，所以我一直覺得少林足球真正最熱血嗰句，唔係做人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而係電影一路都冇講出口，但係一直做緊嘅一句說話：當全世界叫你放棄自己，你仲願唔願意相信你曾經相信過嘅嘢呢？因為真正嘅失敗唔係輸一場比賽，而係有一日你連自己點解開始都已經唔記得。最近重新睇返少林足球，我開始覺得周星馳拍嘅其實從來都唔係一套足球電影，甚至唔係一套勵志電影。佢拍緊嘅係每一個成年人都一定經歷過嘅人生。細個嗰陣，我哋每一個人都好似星仔，覺得自己總有一日可以改變世界。
有人想做畫家，有人想做歌手，有人想拍電影，有人想創業，有人只係想成為自己中意嘅嗰種大人。但慢慢長大之後，世界開始不停教你另一套規則，做人現實啲，做呢啲嘢搵唔到食，成熟少少啦。一開始你都可能仲會反駁，之後你開始沉默，最後你開始相信，然後有一日你再見翻以前嗰個自己，你可能會覺得好陌生。電影入面，星仔一直都冇變，真正改變嘅係所有其他人，而現實亦都一樣。好多時候唔係世界改變咗你，而係你慢慢接受咗世界對你嘅定義。真正值得守護嘅唔係夢想，而係相信夢想嗰個自己。因為夢想可以改，工作可以轉，人生可以重新開始。但如果連嗰個曾經相信自己嘅人都消失咗，就算俾你贏幾多，其實都唔會快樂。所以點解少林足球直到今時今日都仲係經典呢？因為我哋都曾經係俾人睇低嘅黃金右腳，曾經係唔信自己有能力嘅師兄弟，甚至曾經喺某一個夜晚偷偷同自己講過一句算啦。而星爺就用咗呢套電影同我哋講，唔好算。唔好因為呢個世界睇低你就開始睇低自己，更加唔好因為一路輸就相信自己唔值得贏。因為真正將你困住嘅從來都唔係失敗，而係你開始相信自己配唔起成功。最後我想將電影入面最出名嗰句說話重新理解一次，做人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以前我都一直以為人一定要有夢想，但而家我覺得佢真正想講嘅其實係另一句，做人如果連自己都唔再相信自己，先至真正同條鹹魚冇分別。如果你鍾意聽我哋嘅分析，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我哋下集見。